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点咱备办咱的心来准备今日个敬拜。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这点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520首，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按落听；至圣的天父，求你按落听。愿你使圣神驾驶阮三听，温柔搁谦卑，德行哪加天。逐日熬克己，听人亲像你，这点咱三角起立来吟。咱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用告别。新的界面以圣诗头前12页，咱现在咱齐声来念。
恁着尽心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古，恁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带领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安尼，在恁是我的学生。遐济。下面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今日启应的所在记载伫启应文45篇。启应文45篇，也就是记载伫以赛亚书40篇。启应文45篇，正是后壁面1081页。现着咱三甲来启应。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举目看天，上主伊召集万军，算因的少爷。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啦，你是安怎埋怨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毋捌听见伊是全地创造主？伊袂夜也袂sen。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亚sen人伊互因有怨气。软只的人伊家己加添对力。少年人拢会厌笑。勇壮的人卖活过。毋过我做上主的人会用心得到快乐。因会亲像鹰鸟体翅飞悬，因行袂行，走路袂跣。即条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全能的上主，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时时刻刻看顾保守阮，互阮伫过去的一礼拜当中。蒙受你的恩典，平安度过一切的挑战甲困难。啊，无论是工作、家庭、学习，还是生活中，你的圣手拢扶持阮，互阮有快乐来面对每一天。今日，阮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向你献上阿乐，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你的慈爱永袂煞。你的信息也到万世代，主啊，阮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家己的软正甲过犯。过去的一礼拜，阮的言语、行为，也是思想顶悬，有得罪你的所在，无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也求你赦免阮的过犯，清起阮的心，互阮搁一摆来转到你的恩典当中。主啊，阮也要为着这个世界来祈求，战争冲突的发生，互真侪人陷入痛苦甲困境。阮恳求你施行怜悯，带来真正的平安甲安定。也求你赐了智慧，互各国的领袖，互因会当以公义甲怜悯来治理国家，毋是为着个人的利益来争战。是为着找和平，互世界各地的人会当安居乐业。主啊，阮也要为着世界的经济来祈求。现今真侪国家面临产者失业的问题，互真侪家庭陷入困难。也求你赐予执政者有智慧，会当制定合宜的政策，互国家的经济会当稳定，互企业会当发展。百姓会当有头路，生活会当维持。今日，阮也要为着台南新人院的教育事工来向你献上祈祷，求你大大施恩，因带这间为主你培育门徒的学院，互伊成做你合理的器皿，成做即个世界的明镜。
伫世界黑暗中照耀你的真理。互真侪人因为接受着神学装备来互被造就为主所用，定做忠心的牧者。主啊，求你带领阮，互阮行走伫你旨意的当中，无论拄着啥物任何挑战还是困难，拢会当靠着你刚强壮胆。愿阮的性命成做你的见证，无论伫啥物所在，拢会影响，拢会彰显你的荣耀，活出疼甲公义，互人因为阮的行为来归荣耀互你。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条圣歌队献诗。
直接咱三个来看上帝话，今日看会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8节，新约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8节，和合本字记载216页，白话汉语本298页，现代中文译本237页。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8节，现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因有伫三更，对当中啥物人算最大，耶稣就甲因讲：列邦的君王做主来治理因，反合因会称作君主。若是恁就毋是安尼，恁中间最大的，就亲像施舍；最头的，就亲像车鹰。啥物互人最大？是坐倒的，还是做车鹰的啊？也毋是坐倒的吗？若是我伫恁中间，亲像做车鹰的，恁就是常常甲我伫试炼中的。我用国封恁，亲像我的爸捌用国封我一样。30节，互恁伫我的国，啉者伫我的道，恁也要坐伫座位，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佮讲，西门西门啊，你看，撒旦毋捌爱得着恁，爱剥恁亲像剥马。若是我有替恁祈祷，互恁的信无失落，你归正了后，就坚固你的兄弟。彼得甲因讲：主啊，我偏偏甲你赶落家，也甲你死。伊就讲：彼得啊，我甲你讲，今仔日鸡也袂摕，你要3摆毋认我。佮甲学生讲，我前找恁无带钱地，甲大人甲下，恁有欠啥物无？因讲无。伊就甲因讲，若是当有钱地下带着伊，有大人的也着安尼，无倒的着卖伊的衫来买倒。因为我甲恁讲，所记载的讲，算伊甲不法的人共列，即句话是的确应验伫我，因为感谢。我会当要食啦。因讲：主啊，你看，伫遮有2支刀。伊甲因讲：到野啦。以上讲道，今仔日是台南新人院奉献主日，咱今仔真欢喜。陈春红牧师来遮为着咱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咱请陈牧师。平安这平安。感谢主哦，互我今日会当代表这个台南新学院来到西湖教会来讲道吼，甲请安吼。咱要首先要开始进前吼，咱来看一段影片吼，就是台南新学院这个奉献主日的这个影片。咱迄个伫周报内底吼，拢有一个奉献袋啊，你若有感动吼，会当为着这个事工来奉献。
平安，真感谢伫遮来收看台南新南医的介绍。台南新南医伫169年创立到即摆已经100几年久。过去疫情的院长老师当作伫即个所在拍拼，互咱看起台南新南医现在的即个状况。过去的一段时间，有遮的建筑物的整修，渐渐完成。过来教育部入完了后，新南医嘛有遇到真侪的挑战，总是有上帝带领，甲大家带导，拢会慢慢伫遐来解决，来向前来跑走。将来新南医医院有真侪事工，包括伫少子化中间的招生，以及其他有的建筑物的整修，甲其他的遮的校园的美化。拢需要咱关心，也希望咱继续为着台南新南医关心、带导、甲奉献，关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咧。其实伫逐世代上帝拢兴起无共款的人来为伊做工所以拄仔看到遮尔美丽的即个礼拜堂也是因伫即个3年的中间，慢慢有即个起造新的礼拜堂甲即个教室所以伫即个旧年感恩节的时阵，因都会完工但是新南医还佫有侪侪需要虽望因即马佫有即个宿舍已经超过60年所以嘛爱精修佫有一个废弃的即个巴克里牧师的故居啦本地是即个台湾教会历史的资料馆希望会当伫迄个原来的所在来重建啦因即马新起的即个纪念馆遐嘛有真侪做现代化的即个灵修会馆2楼有9间即个双人房1楼有5间家庭房所以教会若要去遐灵修，也是伫遐有一个退休会拢会当伫遐来举办所以希望咱兄弟会当做伙来关心即个神学教育咱知影拄仔看到迄个影片看到安怎即马少子化毋但是即个神学院受到即个影响逐所在即个大专院校嘛受到真大的影响，特别伫即个咱即个立案的即个基督教的即个神学院不管是台神、南神、玉神即马招生拢不了困难啦因为少子化，所以未来即个安怎？未来即个牧师还是传道师会愈来愈少，因为旧年要派即个新学生你知影剩几个无？互你约看觅，会当拜台神啦我毋知影南神剩几个剩3个尔。但是足侪教会要请即个传道师拢请无，所以这是咱的现况啦咱来为即个神学教育，为了未来即个基督教的发展来祈祷。好，咱要开始之前，咱做伙搁一摆同心来祈祷。
在美阮的上帝，阮满心都感谢你。伫主日早起，你搁一届组织阮正兄弟姊妹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啊，阮要借着你的话来帮助阮伫生活中活出你话，活出你的款式，互阮伫社会、伫生活、伫家庭、伫教会，诚做有影响力的人，见证荣光你的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日经济内底吼，其实咱常常咧看啦吼。啊，这段经济吼是记载伫即个咱拄仔看的吼，其实咱拢不了熟啦，就是安怎？就是主耶稣基督伊入去即个耶路撒冷城了后，安怎？大家拢伫遐豪华讲啊，好山啦！即个奉主名的人应该安怎？轻松吼，伫遐豪华吼，敢若君王要入来共款吼。但是安怎？过无一礼拜，伊就安怎？啊，该顶时一个，共款遐个人吼，该顶时一个，该顶时一个，哇！啊，就无拍算，就安怎？就真正去互顶时一个。啊，今日的故事是发生伫倒落？发生伫即个主耶稣基督入去即个耶路撒冷进前，安怎？伊就设立圣餐。伊设立圣餐进前，佮做一件代志是啥物？甲门徒安怎？洗骹，吼！伊用安怎？罗卜的款式来服侍即个门徒。其中有一个门徒安怎？是要甲伊抬的哦，伊嘛是照常甲伊洗骹哦，嘿。你想吼，迄个犹大吼，敢会足歹势啊？互耶稣洗骹？你若是犹大，你会安怎吼？安怎？即个耶稣三番两次吼，咧甲即个犹大，要互伊有机会会当悔改，但是伊安怎？好亲像迄个硬心吼，好亲像看钱较重吼，魔鬼进入伊的心吼。咱伫读圣经的中间，咱来看，特别伫这最后的暗参的时阵吼。洗骹了，然后耶稣就讲啥？恁中间有人要卖我，大家就起楚讲啊，是啥？啊，彼得讲啊，你去问啦，你去问啊！这耶稣所听的门徒拄仔坐伫咧耶稣边啊，你去问耶稣啦！啊，这个约翰吼，耶稣所听的门徒约翰就问耶稣讲啊，是啥吼？伊讲安怎？我安怎摕一个饼互迄个人吼，迄个就是要卖我。但是无拍算安怎？耶稣摕饼熏一片饼吼，迄个人的时阵吼，伊就安怎？伊就出去啊！啊，门徒拢想讲安怎？伊是管钱的嘛，伊可能要去出去吼，准备迄个圣餐的路用啦吼。所以咱会当看到吼，伫今日的这个经济内底，这个最后的暗餐，耶稣用这个罗卜的款式来安怎？服侍这门徒了后，结果门徒互伊的反应是安怎？门徒想讲啊，这个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吼，一定安怎？要做王啊！要安怎？推翻罗马政府，阮会当安怎？得到自由啊！所以安怎？因就开始咧争这个位啦。门徒12个门徒对耶稣3年外，伊就讲啊，一个要坐倒边，一个要坐正边是啥？雅各有2个人吼，恁家己看啦吼。啊，所以安怎？所以今日经常吼讲到啥物？讲到门徒伫遐咧争论讲啊，谁会当坐大位啦？耶稣安怎讲？耶稣讲毋是，这是安怎？恁世间的君王是要管辖即个百姓的，有即个权利，但是恁伫恁中间却毋是安尼。你爱学我的款式，我安怎？我服侍，我怎样服侍恁？恁着爱学我共款。你看迄坐咧咧啉食的吼，是服侍的较大，还是坐咧较大？当然嘛是坐咧。所以主耶稣搁一届来叫即个门徒。来反省吼，反省因的信用，反省因怎样伫即个中间咧敲找上帝的真理。咱知影即马政治吼不了乱对无？哇，即马立法院安尼乱糟糟吼，啊，逐个嘛安尼
人心惶惶吼，啊个境外势力吼，啊怎啊，总共安尼飞来飞去哦，你会惊无？会惊无？拢袂惊，哇赞！你的信用就赞嘞。政治必须要转来到即个找回迄个原来即个良心啦。若无清气的良心吼，就会造成即个悲剧。咱看到即个乱象就是安尼吼。所以真侪时阵吼，咱甲期待放伫即个基督徒的政治人物吼，咱嘛知影蓝绿啊、黑白啊啥、蓝白啥，内底那么即个基督徒啊，为什么迄政治的立场无共款？咱想讲咱怎？咱交互即个基督徒的政治人物吼，咱就会当放心吗？敢真正是安尼？咱伫教会中间，咱要怎样真实活出迄个基督的款式？比你安怎固定啊？咱每礼拜啊，咱固定来参加聚会吼。有时啊，咱常常会安怎？照着世俗的价值来生活。你我拢共款咯，咱活伫即个安怎无信的世界内底，拢去办公上啊，真什啊？我毋知影迄个绕境有绕甲恁遮无？有无？嘛有吼。哦，迄真正是拄啊！伫阮兜头前安尼踅绕境吼，我一年敢若绕几啊届吼，两三届吼。啊，我知影迄个大内联导会拢常常咧为即个代志咧祈祷啦吼。啊，所以哇，即个咱活伫即个无信的世代吼，所以安怎真实活出即个基督的款式吼，比你安怎固定来参加聚会吼，照着世间的即个价值来生活基督徒，搁较重要。但是咱要怎样真实活出基督的款式？哈，咱好亲像吼，来到教会拢安怎戴一个面具，哦平安哦平安哦，有无？你有定定讲平安无？有无？但是你心内敢有真正的平安？咱拢安怎？咱拢会甲你上好的一面，互别人看，敢毋是安尼？所以伫即个今日经济内底吼，阮道嘛是共款吼，伊安怎将即个错误的焦点放伫安怎？世间的世俗的即个价值吼，争权夺利。所以即个主耶稣吼，佫一摆有言吼，伊安怎三番两次甲即个信徒讲，甲伊的门徒讲吼，讲安怎？伊会互人陷害，互即个祭司头，互即个教会宗教领袖来陷害，伊安怎？伊会受死。第三日的过活，但是门徒安怎？伊讲三届啊，这门徒咧创啥？哇！一时啊讲咧要坐即个左右手啦吼，一时安怎？反正就是拢无明白，即个耶稣到底咧讲啥？中间有一个要骂伊的，所以因安怎有真济的争论。表面上，你问讲啊，谁要甲我反背？是谁？但是私底下却伫安怎？争迄个位啦吼，领导的位吼，心内欲望毋敢讲出来。因为安怎？如果即个主耶稣要做王的时，啊，咱遮个领袖到底想要带领遮个门徒？上帝是会安怎安排？安怎带领？圣经后壁咧讲啥？撒旦要用啥物筛子吼，敢若筛麦子共款吼。但是彼得啊，伊讲安怎？你已经撒旦已经安怎温准来试探恁？你要亲像迄个农夫筛麦子共款吼。但是我已经安怎为你吼，伊特别则讲吼，为着啥？为着彼得安怎来祈祷，互你无祷告失去信心，你会安怎回过头来，搁来坚固激励你的兄弟？伊特别甲即个彼得讲吼，咱看到彼得啊，
甲犹大吼，伊拢是安怎耶稣的门徒，但是犹大安怎出卖耶稣，为着20两银子吼，20两、30两、30两，我讲毋对。啊，这个彼得是安怎？伫遮内底讲着啥？你要3界无认我？啊，袂啦，我痛！你若要去死，我嘛会缀你去死；你若坐监，我嘛缀你去坐监。我绝对无可能安尼啦。啊，其他的问题都讲对啦，阮拢会安尼地。话毋好讲伤满吼，后壁马上就安怎3界无认伊吼。所以，咱爱安怎？后壁佫讲着啥？咱爱随时准备好。后壁讲啊，恁安怎？耶稣佫对因讲吼，早我安怎找起恁出去，恁免炸钱包啦吼，免炸茶啊、鞋啊啥，恁敢有欠少啥物？因讲无嘛吼。耶稣佫讲安怎？但是即马你爱带钱包，你爱安怎？无刀的你爱卖衫去买刀。圣经甲你讲吼，你要立伫罪犯的中间，即个代志伫我心上来实现吼。然后这个门徒答非所问，伊安怎回答？啊有耶稣啊，我才有两支刀。这个门徒对这个耶稣遐尼久啊，佫无明白吼，这个主耶稣的意思是啥物？主耶稣的意思是安怎？我要受害，我要受死，第3天告我无甲恁做伙，所以恁安怎？备办就好，准备就好，未来有真侪苦难挑战，你来踏出去个啥物人生的舒适圈，你爱开始宣告，你需要安怎？专心仰望我就会互你有机标的带领吼。我来讲较紧，好，第2点吼，所以伫今日吼，咱嘛敢若甲错误迄个焦点吼，放伫安怎争夺即个世间的权利吼。咱知影伫即个教育，咱拢会安怎教育咱囡仔讲啊，你要安怎做好囝啦吼，啊你即马做学生，你要好好读册啦吼。但是咱这囡仔吼，拢无爱人来管吼，爱自由吼。有时啊，咱伊大汉了后，咱就用咱过去的方法吼。咱与其说吼，咱咧甲伊保护吼，啊，你毋通做这安怎吼，啊，你爱读啥物学校吼，对你将来较有发展吼。其实吼，咱是安怎？为着咱家己的这个安全感啦吼，包装。其实咱内心是安怎？要掌握伊未来的即个前途，咱可能安怎？过去咱无法度受遐尼好的教育，所以你希望你的囝，你的查某囝会当安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吼，会当互因有较好的发展。但是却安怎？咱背后却是安怎？敢若要掌握伊的即个人生共款。伊会感受到安怎？哇，受到束缚啦吼！伫即中间，咱会安怎？其实每一个囡仔拢会感觉安怎？我爱受到肯定，我爱得到迄个权利，嘿，我要做大人啊！我爱安怎？好亲像咱拢安怎？听袂到别人的声音，特别你甲恁囝的关系。你甲你爸母的关系，咱安怎？咱要放下咱原来迄个观念，对教育、对即个囡仔的想法，咱要放下迄个固定的即个观念，足困难的。所以你到底咧追求啥物？连这个问题拢感觉安怎？啊，这唱话哪有毋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嘛，需要管理啊，爱有领导啊。所以安怎？伊拢无插即个耶稣的教导。每一个人拢安怎？掠做家己做的才是对。人人拢安尼，过去嘛是安尼。
但是咱来看什么？这个时机，这个时代，什么是对教会好？什么是对这个社区、对教会发展好？这个门徒拢毋知影耶稣受难的意义是啥物，所以即摆教会，咱嘛安怎渐渐失去话语权啦，讲话困难，因为安怎，咱活袂出即个基督的款式，咱伫即个社会失去了影响的困难。有时我咧想吼，伫内湖地区吼，我们内湖。我嘛是咧内湖站边仔尔吼，内湖地区遮尔侪高科技的人才吼，啊，咱为虾米敢若无法度吸引因来咱长老教会？好亲像因拢去倒，去湖光教会哦，恁遮边仔湖光教会，阮遮边仔是啥？施恩堂，啊，还有啥物？阮边仔还有一个西塔浸信会，想让咱无法度吸引这高科技人士来到咱的中间。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咱需要去想吼。环境最重要的吼。搁较重要的是安怎？咱每一个人的思想啦吼，咱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安怎？咱每一个人拢是安怎？拢伫无共款的背景咧生活吼，咱的人生经验嘛拢无共款。但是这无共款是安怎？是要爱互咱。做伙来起做上帝家己的教会，敢毋是？所以咱温书无共款，有的人足够指挥的，有人足够弹琴的，有人足够唱歌的，有的人足够压酒步的，有足够压酒步的，敢若大家拢会晓。所以温书无共款，为虾米拢会组织伫遮？就是安怎？上帝爱你发挥你的温书，你是安怎？伫主内底有属灵的即个影响力，你要怎样将你的温数使用伫教会，利益伫教会？有啥人咧是讲这教会吼拢老啊，拢安怎？阮教会嘛足老啊，阮2/3吼，拢是几岁以上，你知影？70岁。所以足恐怖的嘿。所以伫内湖地区吼，咱需要彼此来。激励啦吼，彼此来勉励，特别伫即个长老教会的即个复兴吼，咱真正爱附上迄个基督的代价。嘿，咱长老教会吼，咱足重视啥物？以前吼，拢安怎？足重视咧主日学教育有无？哇，囡仔拢足侪人诶，即摆咱拢无半个，无毋对，即摆少子化影响足大诶，但是。即摆囡仔拢走去倒夏凯纳灵粮堂，无就这湖光教会，无就这个施恩堂，阮西塔浸信会。为虾米因会当吸引着遐个囡仔？因为讲国语好，这是一个原因啦。讲国语是一个原因吼，还有一个原因是安怎？因想较远。想较远是啥物意思？因会为着下一代陪伴因的所在，陪伴迄个环境，陪伴迄个安怎师资来安怎培养下一代。就亲像为虾米要今日为虾米要有即个神学教育的即个奉献吼？台南神学院，因嘛足可怜的呢，因拢爱安怎？不管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吼，咧阳明山吼，我是台湾神学院毕业的啦吼。我嘛是为着即个神学教育，为着咱神来请安啦吼。还有玉山神学院嘛，阮厝边的，还有圣经学院，伊拢安怎产蛋经营的？伊拢是爱靠恁的即个奉献，才有法度维持吼。其实奉献是一部分尔啦，伊要维持一个学校足困难的啊。因为即摆讲安怎教育部立案教育部咧。做鸟毛诶，伊安怎？伊咧规定讲，你一个学校设立以后爱教授爱几个，啥物爱几个，搁每年拢爱评鉴啊啥迄足费气诶。你若安怎招生无好，像即摆招生无好，就甲你转付啊，
啊，转辅了就变安怎？啊，这财产拢我的啊，系啊，转辅了啊，啊，你若辅导你无法度安怎转型吼，啊，佫招袂着学生，哇，啊你财产就拢互政府啊。所以这是真严重的问题吼，咱来为着这个来祈祷啦，特别伫这个末世时吼，咱来常常为着这个来祈祷吼。所以耶稣安怎，互这个问题复在者的形象吼，一群一个群体吼，要赢过外口内部的这个压力吼，关键的是啥物？关键的是你内在的这个核心价值是啥物？你的核心价值是啥物？影响着你安怎？你安怎做人？你安怎去做这个事工？你安怎互这个教会来发展？你的核心价值是啥物？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的拍算，都参出本道，伊嘛安怎？伊嘛有无共款的拍算。如果你若重视这个管理位置，就参像这个文道共款吼，因欠缺真实来认捌主耶稣爱互因知的真理。所以耶稣的教导是安怎？耶稣的教导是伊本身做模样吼，伊来显出对文道的疼，甲因洗骹，对别人的疼。伊偏偏安怎？伊家己的责任是啥物？伊来是安怎？要承担咱所有人的罪，所以安怎？伊伫有言讲伊安怎？伊会去人抬，伊会定时日时价，第三日过活。伊安怎？主动关心这个问题，服侍人，世界咧医治人吼。参与人会重担，有重担，囡仔路口重担的，到我遮来，我要互恁得到啥？安息。所以呢，伊带出这个真实的影响，这是关系到啥物？领导甲服侍者的形象吼。我讲一个例吼，真正谦卑的人，即马足歹找吼。但是上帝对即类的人吼，无自私的人，伊感觉真欢喜。过去有一个黑人的即个学者吼，或者布克。华盛顿啊，吼，黑人的学者，伊安怎？伊主持即个阿拉巴马州吼，塔斯基吉吼，塔斯基吉诶学院了后吼，伊伫镇上吼有一个白人区吼，结果有一个毋捌伊的即个白人的富婆吼，足有钱的白人吼，啊伊就安怎？伊坐咧，伊行咧路里吼，伊就甲伊叫来吼，伊讲。啊，你会当甲我泡茶无吼？我即摆欠一个工人吼，伊看伊黑人嘛吼，啊，即个拄仔伊无啥物急事吼，伊就讲啊好，伊就甲伊的衫脱掉吼，啊，就开始泡茶。啊，泡来了吼，伊讲啊，拜托诶，你甲我这茶吼，搬去迄个厨房啦吼。结果伊要搬去厨房的时阵吼，拄着一个女佣吼，女佣认出伊是教授吼。伊就偷偷甲伊的主人讲吼，讲啊，这个是教授呢，这个是迄个学院的教授呢。所以安怎？第二天啊，这个富婆吼，这个白人的富婆吼，这主人吼，就去到迄个学校的办公室吼，啊，甲伊叩门吼，讲啊，歹势，我毋知影吼，你是教授啦吼，啊，昨个叫你做遐尼粗重的工作吼，啊，非常的无甲你尊敬啦吼，啊，这个。黑人就甲伊讲吼，讲即个教授就甲伊讲啊，某物人啊，有啥物关系？反正我嘛需要劳动一下啊，替朋友做代志，嘛是一个足享受的代志啊。即个白人吼，深深互即个教授的态度来感动，无偌久吼，伊就安怎组织侪人吼来捐足侪钱吼，即个学院吼。所以咱基督徒吼。若甲每件代志当作是为着主来做吼，安尼有啥物是卑贱的呢？最卑贱的工作，嘛会当讨上帝的欢喜，佫会当安怎，互别人得到别人的尊敬，这就是谦卑
真正会报守，谦卑真正会报守吼。所以主耶稣已经安怎？已经互咱备办好即个服侍者的形象吼。当咱安怎参与伫聚会吼，无代表咱是安怎？咱每礼拜拢来参加聚会啊，无代表咱是军队耶稣的哦。重要的是安怎？咱每一工的生活，咱要伫生活中怎样见证耶稣的同在？就是安怎？你要实际关心每一个你身边的人、代志。像咱即摆吼，咱拢住迄个公寓大厦啥吼，你敢有熟悉你的厝边叫啥物名？拢熟悉吼，嘿，还是你楼顶楼骹敢有咧烧酒问？有啦吼，哦，这拢做有诶吼，真好哦。所以有时啊吼，就是有啥即个一点仔问候，还是关心一个吼，是安怎会带来真大诶即个改变吼。所以，你要实际去关心你身边的人吼，去菜市啊，去创啥是安怎？信仰是足生活的吼，毋是安怎礼拜日来做礼拜才是信仰哦，毋是吼，是伫生活内底来实践的吼。你愿意用安怎基督的心去服侍人，无论你教会大小，但是你看见四围人的需要。你行出即个耶稣的教导，咱来搁一摆安怎？重新来找转来迄个对上帝的热情啦。我常常咧甲阮教会勉励吼，你安怎？你要常常吼，转去想，你怎样会信主？有诶拢啊，咱遮几啊代的信徒举手，超过2代，哇！一半以上吼，应该问讲第一代的举手，第一代1个、2个、3个、5个。好，不管你几代啦，你爱安怎？你爱去问讲，你信主还是你跟信礼吼，还是安怎？甲主相拄的迄种热情，甲脚步会离你偌久啊？啊！哦，你有迄种安怎？哇！礼拜日吼，哇，紧准备好来。做安怎？做要信无上帝的话，迄种的渴望，迄种的安怎热情有无？有时啊是，我咱生活拢常常安怎忙啦吼，足无用的吼，啊足盲目的吼，啊佫一个忙是啥？啊，茫然，吼，足无渺的吼，有时啊咱拢会无用吼。占满咱的时间，咱的生活吼，互咱的手机啊控制掉的，互咱的电脑做，互你分心的代志吼。像是今日即个生活队所唱，我感觉恁贝斯啊、天啊足强的吼。一般的教会查甫的拢较少啊，恁的贝斯足强的吼。所以，像是恁。即礼拜所唱的歌吼，伊讲啊，咱来听主的声，伊轻轻咧叫咱来做工，认真拍拼吼，叫咱面是安怎军队伊的骹步吼，咱来是安怎勇敢对主来行，因为安怎主是福气的所在，伊用安怎智慧来充满咱吼，伊用伊的话使咱信仰徛在吼，伊安怎时常用温柔的手。来看你吼，所以你是有即种较无即种期待，要听到主的声。你知影主耶稣伊安怎？伊的心意是啥物？伊偌爱甲你做伙，你知无？圣经安怎讲？圣经讲安怎？咱亲近伊，伊就一定会亲近你啊。所以你偌久无亲近上帝，还是恁拢固定有咧灵修祈祷？嘿，咱吼伫咧教会上欠缺是啥物？你知哦？毋是欠缺遐个道理正啦吼，哦，咱逐个拢听道理听足久哦，哇，足厉害！咱就讲一篇哇，咱欠缺是安怎？
是祈祷吗？是读圣经吗？咱足欠缺是安怎？静静听主的声。你当时会当安静落来，好好啊，甲主耶稣做伙。哇！咱拢安怎？咱拢会晓读圣经嘛吼，咱会晓灵修啊，每工读圣经灵修啊吼。但是你安怎？读圣经灵修了，你到常常咧默想啦吼，默想圣经的话，诚做你生活的帮助。比如讲，你今日读这段的圣经吼，突然间有一句你感觉足有感动的吼，迄句就安怎？你就常常咧默想啦，默想啦。这句安怎？早起时想一解，中昼想一解，暗时阁想一解。上帝话是安怎？大有气力的，圣经安怎记载？伊讲安怎？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心中的意念跟思想拢安怎？拢辨明清楚吼。所以当你将上帝话放伫你心内去想、去做、挖出来的时候，你就安怎？你就要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吼。所以你需要安怎？搁一摆找回迄个对教会的热情，亲像即个彼得共款吼。彼得安怎？虽然伊3届无认主，但是安怎？我为你祈祷，你会搁找回你的信心，你会安怎？回过头来坚固这个兄弟。所以安怎？主耶稣一直咧为你祈祷啊！你知无？虽然即个魔鬼撒旦安怎？伫天顶一直咧控告你啊！即个人安怎？即个人安怎啊？伊安怎？啊！你充满安怎？负面的想法、思想，你感觉你即个人已经安怎？绝望啊，无希望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安怎？伊伫天顶也不断咧为你代祷啊！就亲像伊为即个彼得祈祷共款，伊原你还希望安怎？互你会当得到迄个永远我的秘诀，但是你却有咧甲伊拍门无？圣经讲安怎？拍门就甲你开，吹就吹着。所以，哇，煞变音啊吼，讲甲伤激动啊！足喙焦的啦吼，我啉一下吼。所以咱安怎？亲像这彼得搁一摆徛起来，经过咱的信心，转来到即个基督的听吼。所以讲结论啦吼，要结束啊。咱做来读这个啦吼。求安怎？服侍人，无求享受人的服侍，是重要属灵的功课。咱的影响力无在伫世俗。财富、地位、权利，乃是咱怎样行出来，活出基督的见证。来，亲像这个门徒共款，咱的跋倒会软弱，离开上帝。能够正人的性命，最重要的吼。今日这个圣经在，你要怎样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就亲像耶稣共款，伊安怎？咱来成做安怎服侍人的人，毋是叫人服侍吼。咱的影响力毋是安怎？咱世间世俗的这个地位、财富、名声吼，咱是安要伫生活中间要怎样活出这个基督的见证吼？好亲像这个门徒共款吼，伊嘛会跋倒，伊嘛会无认主，伊嘛会迷耶稣。但是这着主的恩典，伊不但安怎坚固这个彼得，也要坚固咱每一个人，诚做见证人吼，互咱会当诚做有影响，伫这个社会，伫这个国家，伫教会有影响力的人，互福音会当领到。咱四周围的人，咱做伙来祈祷。
在平阮的上帝，我满心要感谢你，伫即个早起，搁互阮一届，伫圣经中知影，我来怎样学你的款式，我来怎样有即个萝卜的心态，会当忠心，有即个使命感，也会当警醒来装备阮家己，伫厝内、伫教会、伫社会、伫职场、伫社区，会当为主你做干净。主啊，互阮先来向你祈祷，寻求你的心意。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会当伫生活中活出你好的款式，效法即个基督的模样，活出即个萝卜的款式，忠心持守你互阮的使命，永远的价值，警醒祈祷，装备阮家己，互阮伫生活来见证荣光你的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接咱三个人回应的圣诗538首，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哪准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救主用保护洗我清气，但我爱保养每日而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但我爱保养每日而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咱三个起立来念。下面奉献，咱请秋妹执事甲余养执事来书献。
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咱来看，先来看周报正评部分，报告事项。第一项，今日本日是台南新航医纪念主日，请兄姐关心台南新航医各项的需要，为着航医来代祷。感谢来我教会陈牧师代表航医来分会正道甲请安。叶牧师今日对前往来我教会，咱只感谢。第二最近流行感冒忧患有嘛是搁咧迄落吼严重吼，那咱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吼，那抵抗力也是有正头兄弟姊妹，咱较注重保重咱家己的身体吼，戴口罩。第三，拜月暗早经，咱即马拢用每周新眼讲即个早经手册吼，咱请兄姐来踊跃出席。第四，有要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由咱甲牧师讲吼，来安排。下主日礼拜经文甲信息的资料吼，咱先家己看。咱来看倒手边的部分，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的练唱，主日上午8点45分，拜五拢有每暗7点半新安讲的查经，拜六咱有操会班，每个月一届吼，查经祈祷会资料，咱即礼拜要查的是以赛亚书55章第19到第9节。圣讲事奉的部分，今仔日交代是宴庆节，操会是张老师。清扫是宴庆节，后礼拜讲道叶牧师，司会是余阳执事，司琴牧师娘，领唱牛长乐，司宴是秋梅执事甲我本人，交代是肃庆节甲槟榔乡，操会是牛长乐，清扫是名誉长乐，顶礼拜出席人数甲奉献统计部分有出入的，甲我也是秋梅执事来更正吼。过来，咱来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路加福音22章26节，我先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解。若是恁就毋是安尼，恁中间最大的，就亲像施舍；最头的，就亲像车用。来，请。最头的，就亲像车用。若是恁就毋是安尼，恁中间最大的就施舍，最头的就亲像车用。这样，最像年幼的为首领的，要像不是人。教会23、26节，咱互相来请安问好。来，咱来念圣诗397首，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光遍照你，让慈悲款待你，愿上帝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唱煞了后，咱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来念。做咱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在座每一个人三个伫地，特别甲遐身躯病痛、身体欠慢的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谢。